咱今仔日的信息，新信息146首。来，咱摕出咱的圣经吼，信息，救主出声叫我，咱串联第1节、第2节就好。救主出声叫我，乱了的人问我，大家好大真情，你到救主面前，我靠主恩典，罪过的赦免，我到祈祷伊，是靠救主名里，心有安慰咯，亲像今日风波，那我靠主耶稣，伊免归我路，我靠主恩典，罪过的赦免，我都祈祷欢喜，是靠救主名里。来，煞接要串联586首。既然有人互罪苦楚，小像第1段和第2段。既然有人互罪苦楚，求主耶稣，主耶稣比较有关联，可以心挂为情，不过是一不过可以，只是心可以。咱今仔的信息串联到这吼。一礼拜搁过去啊，足紧的吼。咱甲咱边的兄弟讲，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真欢喜，耶稣拢听咱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朝见神的面，领受神的恩典，高举神的名，齐声赞美神。让我们一起站立在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一切歌颂赞美，一起拍手。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一切歌颂赞美
都归我主我的神。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，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，美好事，美好事必定要成就，美好事已显明，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，来赞美主，我们又在一起，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，同心合一，美好事必定要成就，美好事必定要成就，美好事已显明，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，一切歌颂赞美，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。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，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咱上大的掌声献予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赏赐咱这个大恩典、大福气，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，明白耶稣成做咱上好的朋友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，心肝常常心路平安，大大挂路艰苦事。这是对咱的有亲情，袂有放心交托主，是主要咱拢无亏难，亲像大大要跋倒，一大救主咱通亲近。万事拢通对伊讨，朋友若有看起也这，通将这事来祈祷。主的用手抓查甫，心通安然免烦恼。最好朋友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，心肝常常是路边。
主，这是对咱的有亲情，袂有放心交托主，主会用手也在保护，心通安尼免烦恼。感谢耶稣，感谢主，你用你的手来掠走保护阮，互阮无得惊吓。主，我要单单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，听候你，安静伫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。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因我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散我。因我一心，予你的旨意伫这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候。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因我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散我，因我一心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因我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。你永远袂放散我，因我一心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因我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散我。用我一心，予你的旨意伫这，用我一心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感谢上帝，现在咱安静咱的心。咱对主来祈祷，求伊引带咱的教会，引带咱的教会头前的路障。咱毋知影门仔在安怎，也毋过主知影，伊的确要引带咱。
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天地主宰，主，我嘛是你所创造的。今早起，愿正经你聚集伫遮，同心来敬拜你。感谢主，你的大疼痛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替赎阮的罪，但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认罪悔改，祈祷求你赦免阮的过失，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你的真理，较无你的话，顺探你的旨意，真做你意爱的囝儿。这个时阵，阮特别要为着阮教会聘牧的事工来祈祷，祈求主你来开路，差派合伫主心意的牧者来带领阮的教会，牧养羊群，互兄弟会当得到友饲甲野早。阮要同心为教会、为福音来跑走，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，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主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主，愿将阮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愿主你来按耳来听，感谢俄罗主听阮的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他一直带领我们，谢谢主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的心嘛，比啥事郁卒，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，你着望上帝，因为我抑久要学落伊，伊是我的面的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看到大家足欢喜。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146首，求主出声得叫我。我
请坐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全能的神，荣耀的君王，我要敬拜阿罗你。你是阮的招伴，你是信实的，你听阮，做阮的倚靠，祝福阮满满的平安福气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仰望你，倚靠你，求你时时甲阮同在。感谢阿罗主，主啊，虽然阮的牧师即将要离开，阮万分的毋甘。也搁要游玩，要祝福伊所去的路，拢有你的固守、甲保守、看顾。也求主固守阮罗州教会，无弃杀阮。伫阮无牧师的时，互阮兄弟大家注目伫神，会当三角团结，三角疼，用受教谦卑的心。献上你所赐阮的才能，同心服侍，期待主你赐予阮良牧，互阮的教会，毋但是一个服侍人，受服侍，也是要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，要做一个有灵命、有疼心、温群做工、有进步的教会。主啊！虽然阮的能力有限，气力不足，有时阮也会软弱，毋过阮要认真拍拼。阮所有气力拢是对你所来，只要阮团结合作，倚靠主，就要得到主的欢喜。阮时时笑念主你的恩典，阮要传播主。你的疼甲福音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主，你赦免阮的罪，随时得看顾阮，赐予阮信心甲力量。愿借着祈祷，将教会众兄弟姊妹因所有需要，无论是家庭、工作、学业，一切拢交托伫你的面前。虽然阮会拄着灾难，艰苦，但是我知你随时在保护阮。感谢主，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身体拢会当健康，伊的病痛拢会得到医治，困难会得到帮助，魂的心灵拢会得到安慰。伫基督耶稣内底，因的心灵拢会当得到平安，充满喜乐。阮的礼拜将要开始。求你的圣神降临，借着牧师的讲道，开启阮的心灵。你的圣灵充满阮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伫主内底彼此相听，安慰甲扶持。愿阮全意归向你，祝福服侍的兄弟姊妹，哪服侍哪甘甜。愿你的大权能运行伫阮当中，无所不在。感谢主，敬虔拜列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接着，咱做伙来读客英文。客英文第10篇，诗篇第27篇。伫圣经后壁，圣诗的后壁面1013页。现着，我来客兄弟来应。上主是我的光。
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噬我；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甲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亲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。一声，着信靠上主。以上，煞接现时咱的献歌队。今仔日是由慧云老师带领献歌队，伊要献的诗是《耶稣召我来行天路》，请。感谢献歌队带领咱做伙来献歌接着，请兄弟起立，咱做伙来共读主道圣经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，
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家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接着，咱来读圣经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3节。现着我来读，听者来听。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3节。第一，恁的心无得白目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第二，伫我的爸的家有侪侪厝体，若无，我就已经甲恁讲啦。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。第三，若去甲恁备办所在，就要搁来接纳恁归伫我，互我所伫地的，恁也伫遐。以上。接着，咱要请歌牧师为咱讲道。伊讲道的题目是“化忧愁为喜乐”，化忧愁为喜乐。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听，伫主日主搁我得胜日子，互咱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祝福、喜乐甲平安。咱搁一届额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的道路完全，求你常常互阮信靠你的良善，甲你同行。单纯跟对你，阮就有喜乐满足的心，将一切忧虑卸予你，因为你顾念阮。亲爱天父，如果你的旨意要阮伫黑暗的中间，愿你的名被称颂。如果你要安慰阮，你的名必受称颂。如果你要叫阮受苦，阮犹原要称颂你、学罗你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一间国小的校长分享伊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当学校骹球比赛在训练的时阵，一个女学生，查某囡仔女学生跌倒，无小心手摔断去，拄好是伊的正手。伫等待救护车要将伊送去病院急救的时阵，伊就叫同学摕纸甲笔互伊。同学就好奇问伊：“哎哟，伫即种状况之下，你摕纸甲笔要做啥物？”伊表示：“恁有所不知，我的正手既然断去，我想我应该赶紧训练家己，用倒一手写字，倒手写字。”各位，这个故事咧提醒咱一个问题：虽然摔断一只手，
却无适当这位小朋友什么信心、勇气、喜乐，可见心情是你会当掌握的。因为主耶稣讲，恁心内唔通忧愁，证明面对逆境，基督徒会当无忧愁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伫今早起的礼拜，咱就要借着上帝话《约翰福音》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，咱要共同来思考一个要紧的题目：化忧愁为喜乐。咱对我讲一解来，化忧愁为喜乐。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伫面对这个充满逆境、挫折、压力的环境，咱拢会当成做一个灵命、诚实、健康、喜乐的基督徒。要怎样化忧愁为喜乐？三个原则：第一，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。约翰为书来讲，除了来自上帝以外，喜乐是袂会存在的。证明离开上帝，你就无真正的喜乐，知影吗？可见上帝话甲咱讲，要怎样化忧愁为喜乐？首先，你要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。记伫倒位？咱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14章第1节，《约翰福音》第14章第1节，咱开声来读来。恁的心无伫背叛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请注意哦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是什么意思？伫描写信这字，是指信入，得强调主观经历上的信，却毋是客观道理上的信。伫遮将上帝甲我做伙咧谈论，暗示基督乃是迄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并且无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。另外，恁心内毋通背叛，毋通忧愁。坦白讲，当时最该忧愁、最该烦恼的是啥物人？主家己，因为伊要互人安那定十字架。照你讲，当时上该烦恼忧愁的是主耶稣呢，但是主耶稣却反过来用真侪甘甜的话安慰伊的学生，证明上帝话咧指引咱一条免忧愁的路，就是应当信入上帝，信入基督。咱只有秘伫上帝内面，秘伫基督内面，才会当免受忧愁的攻击。信心。咱还记得，信心是咱解除忧伤之心的特效药。毋过，咱的好奇，心内一定有千千万万的疑问，毋知咱是毋是有想过？啊，主的学生到底咧忧愁什么？有什么好忧愁的？对不对？因为主耶稣甲因讲，无久，主耶稣就要安那？袂咧啦，嘿啦。要离开世间啦，吼！要离开世间，就安尼，因着逼迫、忧愁、烦恼，吼！主耶稣要离开啊，互因足烦恼、足忧愁的。但是主耶稣伫学生最伤心的时阵，安慰因安那，毋通忧愁，叫因来确信主是永活的上帝，必定永远甲因同在。同款的道理。当咱面临重大逆境、挫折、失败，主耶稣为何叫咱毋通忧愁？因为你若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，你会为着主的受难来痛苦忧愁吗？你若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，你会认为主已经死了，担心家己是孤儿吗？你若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，你会认为家己是世界上上不幸、上可怜的人吗？绝对无可能。就好亲像有一个青年，伊献身去非洲传道，出发的时阵无小心跌落月台。咱有时阵看
电视新闻拢有个人会无小心跋落月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人伊无小心跋落月台，不幸互火车安那咬断一支骹，撞断一只脚。但是这件意外并无改变伊宣教的决心。伊断一支骹，所以就装一支啥物？义肢义脚，装二骹了后，伊个前往非洲。食人族、食人族的黑人发现，哎呦，嚯，这个人皮肤安那，因为伊是白色人种啊，伊的皮肤白泡泡、幼咪咪，这声报着啊，趁着啊，保证伊的肉呐，芳个好食，甘甜，无久就安那，来足侪黑人，你知无？将伊团团围住，结果伊不但无紧张，反正举一支刀啊举来。削一只二骹等互因食，因食了拢感觉安那好食无？好食，原来白人的肉有够安那，有够润的啦！迄个对不对？迄塑胶塔，绝对宝贝咧，有够润，有够歹食的啦，就无想要搁伤害伊的性命。最后，这位青年才明白，原来上帝是借着伊的二骹意志，要来安那保全、拯救伊的性命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咧提醒咱一个功课，就是你应该学晓每一天对家己讲：今仔日无论拄着什么环境，我拢要100%信任上帝，我拢要100% 信任上帝，100%信任上帝。阿们。还佫有义人约伯的遭遇，嘛是足水的见证。虽然上帝予伊家破人亡，因兜足可怜的，家庭拢子孙拢灭去啊啦，伊个财产咧，拢无去啊啦，家破人亡。但是伊无忧愁，伊原信任上帝讲，约伯记第1章第21节，伊讲安那，想事的是耶和华。退转去的嘛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。请注意咱注意看讲苦难、讲失败、讲不幸，伊是第一名会当跳出来讲，伊是安那，伊是大大的忧愁，对不对？不过伊无安尼做呢，可见好唔好？今仔日求圣神帮助咱，提醒咱，如果你愿意采取信任主是永远的上帝。这种坚定无比的信心，你必定会当经历到化忧愁为喜乐的幸福人生。阿们。第2点，信任上帝的安排。要怎样化忧愁为喜乐？你要信任上帝的安排。是安怎讲？咱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，咱开声来读来。伫我的爸的家，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。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。多谢，请注意，伫我的爸的家有侪厝体，什么意思？伫描写我的爸的家就是上帝徛起的所在，上帝徛起的殿。上帝不但是住伫天顶，伊也是甲基督安那互相做徛起的所在。爸上帝伫地上原本只掠基督的身躯，正做伊徛起的殿。但是借着主的死搁活，基督属灵的身躯已经被建立起来。现在就着团体来讲，教会就是上帝的什么？教会是上帝的什么？上帝的殿，是上帝借着圣神徛起的所在。但就着个别个人个别的信徒来讲，咱每一个基督徒的身躯嘛是上帝的什么？上帝的殿，也是上帝借着圣神徛起的所在。安尼，伫爸上帝的家内面就有侪厝体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另外，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，什么意思？
描写主耶稣的去，乃是借着伊肉身的死离开了伊的学生。闭班表示需要一段时间。实际上，主耶稣是伫死后，死后啊吼，几工过活。由此可见，主的死过活，乃是为着咱基督徒有备所在必要的过程。所以今仔日的福音甲咱讲，主耶稣怎样教导学生毋通忧愁，就是安慰因、提醒因，毋通认为主为世间人受苦受难上天以后，就永远袂去回来，绝对袂。其实主耶稣升去天堂的目的，是要为得救的信徒安排什么？安排天顶的徛家。可见主的重点是在叮咛学生，不管头前的道路是怎样变化、崎岖歹行，只要你肯信任上帝安排，就会当化忧愁为喜乐。但是咱检查会袂明白，为什么主耶稣会强调，只要你肯信任上帝的备办、信任上帝的安排，就会当唔免忧愁？因为咱发现，要相信主是永远独一的真神，好亲像比较较简单。相信主是独一的真神，对咱基督徒来讲，敢若较简单哦。唔信咱看，真侪异教徒，就是无信上帝。遐异教徒，拢会诚心诚意的宣告，关公、妈祖、王爷，这的神拢是安那，拢是因的活菩萨、活神仙，对不对？对咱来讲是独一的真神啦，对因来讲呢，逐个人拢是神呐，足侪神的啦。可见信主是永远独一的神是一回事，但是信任上帝安排，佫是另外一回事哦，知影吗？举例来讲，我是举例哦，恁拢无对号入座哦。如果今仔日上帝叫你破重病，婚姻无美满，厝内无平安，你肯接受独一真神上帝安排吗？你愿意吗？咱拢无愿意嘛，对不对？我唔知啦，我唔知。但是有一件代志，我相信，那是福音朋友，那是遐个无信上帝，拄着遐个灾难，10个有9个会对台湾头拜到倒位？台湾尾，对东拜到西，对南拜到北。希望会当找到一个会当互因平安的神。因绝对无可能，绝对真困难。足困难的，只有相信一个生命的安排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今日主耶稣提醒咱：如果你无信任独一真神上帝的安排，搁咧烦恼东烦恼西，你就会亲像什么人？亲像学生，亲像福音的朋友，永远过着忧愁、痛苦、无平安的日子。就好亲像有一间教会的诗班圣歌队，每逢拜六暗时7点半，大家拢会来教会集合练诗歌。咱圣歌队拢几点？拢当时，拢礼拜日嘛，还是当时？有那是拜六吗？我唔是咧讲恁的哦吼。有一间教会，伊拢暗时7点半，大家拢会来教会练圣诗、练诗歌。但是迄天吼。牧师要出门的时阵，发现查某囝的衫裤垃圾去，结果因为趁囝咧换衫裤来迟到迟到。有一个高中生，因为做功课耽误几分钟的时间才出发，平常时伊拢安那第一个准时到位的，拢第一个准时到位的。嘛有一对姊妹，因为伊要来圣歌队练习，伊拢会开车，迄天拄好臭拄坎。车故障去，也无办法准时出席。结果因为种种的原因，迄天所有的团员人拢安那，拢迟到。请问这是偶然的现象吗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就伫迄天暗时，因是几点练歌？7点半。伫迄天暗时。
7:25，教会因为发生一个亚述啊，外泄漏气，发生意外爆炸。啊，因为大家人拢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班的团员后来一个陆续赶到教会，因的性命拢安那，拢平安。各位，你讲这是巧合吗？不是，这是上帝的安排。阿们。所以讲兄弟，互我搁提醒大家一解，这是一件新约。因为上帝安排正人才有平安，可见咱每一个爱听主的人，拢应该谨记在心。只有信任上帝安排，才有啥物真正的喜乐甲平安。上帝安排有够好的，恁知影无？我讲真正的见证啦。上帝安排有够水的。你敢知即马某一个太阳走去倒位？哈？无海南岛搁过去啊？去到河内越南，听讲已经死过落去啊！风台损失足大，但是你要相信无？你敢知？我即礼拜拜五，中昼还搁伫倒位？你敢知？我还搁伫越南河内呢。吼，你讲有紧张无？我紧张啥？你敢知？我礼拜日要来罗州教会讲道呢。啊，我若风台吼，啊，伫咱台湾啊奇怪啊，他一直洗，怎洗滴越南去啦？吼，你毋知影？我就安那赶紧祈祷，求上帝保守帮咱。吼，上帝安排吼，毋是全咱无伫越南去啦。上帝安排是安，你敢知影？伫伊要入来河内的前24小时，我的飞机就安那。我甲恁报告，迄真正有影。好，我乘起哩35000公尺的高空看到下骹拢安那。好，迄气流偌强，你敢知影？迄乌云暗雾呢？啊，因为我伫伊的空中嘛，所以你讲是顺境甲逆境。恁若伫上帝安排咱伫最高峰，你看落去安那，你袂惊。但是下骹你会惊哦，对不对？感谢上帝安排，互我会当安那顺利，因为我有祈祷啦我同你讲，我透细人第一届出国，你敢知影？第一届第一届出国就对着风台啦，我紧张一下我想毋知当顺利倒来袂？感谢上帝安排，互我顺利去河内越南，顺利去倒来到厝，咱台湾安那一片晴空万里。你讲有感谢主无？所以千万兄弟姊妹要记得，你要信任主是永远上帝，你要信任上帝安排，咱拢要得到喜乐甲平安。阿们。第三点，信任上帝的吩咐。要怎样化忧愁为喜乐？你也要信任上帝的吩咐。是安怎讲？咱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，咱开先来读来。若去甲恁避难所在，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互我所住地，恁也伫遐。请注意，若去甲恁避難所在，就要過來，是啥物意思？特別是主耶穌的去，乃是為着伊的安那，伊的來着。伫肉身內面的主耶穌必須愛去，伫靈裡的基督才會當安那來。好，主耶穌的去是為着成功救贖，啊，基督的來呢是為着享受新的生命。另外，互我所住地，恁也伫遐。特別寫，主佇靈的內面臨到信徒，咱是要將信徒攏迎接到伊家己內面。但伊家己主家己是伫什麼人的所在？是伫上帝的內面，對不對？主家己是伫爸上帝內面，因此信徒若伫主的內面，也就會被帶到倒位？爸上帝內面，安尼有道理無？咱攏伫主的內面，所以咱也嘛會被帶到爸上帝內面。可見上帝為咧強調，我住地。恁也伫遐，我伫倒位，叫恁也伫倒位，就是咧提醒咱、吩咐咱，倒位有主的同在，倒位就是倒位，
倒位有主同在，倒位就是天堂。信徒只要有主的同在，就当享受伫地，亲像伫天呢。阿们。所以今日福音甲咱讲，主耶稣为何叫学生唔通忧愁？因为主耶稣甲因讲，主必过来。真明显，主耶稣在教导学生，只要愿意100%信任上帝的吩咐，就会当唔免忧愁。因为主耶稣荣耀再临的时刻，主必凯旋回来，接待伊的子民，回去到天家。所以咱来喜乐平安，唔通忧愁。毋过讲的，敢若较简单哦，做的咧较难。毋信来，毋信咱左右观察，咱左右正边倒边观察咱兄弟姊妹的表情，看咩啊咧？你会行一条，照你讲，今日咱来做礼拜，拢爱充满喜乐平安，对不对？拢爱喜乐平安。但是我发现，拄则我伫遮咧做礼拜，我对顶悬看落去，我发现有少部分的人，你唔好艰苦心哦。我唔是咧讲你吼。我发现有少部分信主的人来做礼拜，面拢安那，面拢无任何笑容，唱圣诗无心。拢无出声，祈祷咧无力，吼咱的敬拜赞美团，吼属的拢叫咱来祈祷，安尼祈祷拢无力，做礼拜无快乐，好亲像上帝欠你偌济，偌济，1亿万，你哪知？我有写吗？哦，我有写。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安尼？如果大家坦白的话，我要甲咱讲，因为真济人根本无信任上帝的吩咐。你讲可怕无可怕？咱对别人讲，我信耶稣，我今日要来做礼拜，结果你每天忧愁过日子，有啥物人敢来信耶稣？兼是忧上加忧，愁上加愁，苦上加苦。所以今日上帝话就这要帮助咱。现在你忧愁无快乐吗？千万爱记哩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3节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3节，保罗讲：咱虽然失信，伊犹原是可信的，因为伊袂当违背家己。咱虽然失去信用，上帝犹原是安那可信的，通相信的，因为上帝袂违背家己，证明上帝袂失去信用。唔信，咱来看马可福音第2章第11节，马可福音第2章第11节，主耶稣对迄个互死的朋友讲来的半睡的、半身不遂的，讲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摕你的袍仔转去。各位，这个半睡的原本会当讲：哎呦喂啊，他有可能，迄是我办袂到的代志啦。啊，无你唱话嘛，无主耶稣老叫你起来。啊，你半身不遂，你爬起来袂？万一你若中风吼，起来，你敢敢？但是，这个半岁的，伊信任上帝吩咐，信任主的吩咐，真正呐发生啊，对不对？伊怎样就跳起来啊？可见，伫人是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话。这句话是可信的，只要你愿意信任上帝吩咐，真济困难是会当解决的。阿们。还佫有一届，我要讲真正，这真正的见证。有一届我朋友去台中最豪华的饭店金华酒店食饭，因为机会难得，吼，迄肉费安尼吼，费用足贵的啦，我着安那拼命啦，吼，骨力食拼命食吼，希望会当安那。希望会当食一个安那，对，拢甲恁共款，希望会当食到本的啦，吼，难得的，台中上好的大饭店，结果咧，害我唔知要哪讲得落去，结果回去了后，哇，感觉腹肚怪怪啦，足痛的啦，无爽快。10分钟就爱到便所报道一届，因为痛较实在足厉害，赶紧去找什么人？找医生。医生检查了后回答：你是食物中毒，是不中毒？
所以老你讲啥？老吐安尼吼，所以就赶紧就吩咐我哦，爱赶紧食药啊！如果一包无效，爱食几包？2包，感谢主，我有信任医生的吩咐，一解就来get 2包药啊落去，过工马上安那好真济。各位，这段看医生的经历，咧提醒咱，今仔日全能的大医生主耶稣吩咐咱，当咱拄着苦难的时阵，要怎样才会当化忧愁为喜乐？就是你要100%信任上帝的吩咐，阿免。所以，等一个，主日礼拜了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苦难、忧愁、压力，牧师愿意替你按手祈祷。礼拜我讲礼拜三，不是即马吼，讲等下礼拜三吼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你有真侪忧愁、压力、病痛、苦难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会当礼拜三来头前。牧师愿意为你按手祈祷，只要你肯信任上帝吩咐，上帝必定听你、医治你、祝福你健康平安。阿免。定礼拜有真侪兄弟来台前，牧师为着你祈祷，对不对？咱有感受到主的平安无？有无？如果你愿意，等一下，你过来，迄个雅各甲迄个天使咧烧烟的时阵，伊搭上帝慢调呢。讲你若无投我祝福，无必要你走，对不对？唔帮你走。各位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我知影咱有足侪烦恼忧愁重担，咱来掠掉上帝，咱唔通空来空转去，可惜对不对？咱掠掉上帝祝福来转去。牧师愿意为你开时间我唔是食饱伤营呢，但是我有一个负担，我要为你祈祷，求上帝祝福你。拄则一开始时已经有姊妹叫我替你祈祷对不对？其他的人我愿意，佮替你服侍祈祷，因我深信，咱来信任上帝吩咐，主耶稣必定看顾你健康、喜乐、平安。阿免。结尾来讲，有一位印度宣教师的见证，让我真感动。在迄个年代，泰国病人。麻风病人是足可怜的，是世间人所讨厌的，但是伊却专心全力去帮助因。有一天，伊感染到一种怪病，无人会当判断是什么款的病，只好安那送伊回国。也是同款，无人知影病因呐。后来，伊有一支镜头安那麻去，面哥安那生斑。久未退，医生才发现，原来伊生什么病？对，无唔对，规张好，是麻风病、泰国病。这位宣教师一听到医生的宣布，马上跪落去，哀声痛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照你讲应该安尼啦吼，结果伊唔是，伊马上跪落去，感谢上帝。因为伊会当将伊一生甲伊最关心的泰国病人做伙生活，安尼爱感谢上帝无？哎呀，伊本来就甲因做伙生活毋过因拢泰国病人家健康安尼，对不对？所以还阁无够马子，所以即嘛是已经泰国病人，伊嘛是泰国病人安尼就做马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毋是讲伊破病来感谢，是讲。因为伊的信心讲，咱是共国的，咱拢是泰国病人，咱拢需要上帝听，咱拢需要上帝帮助。为着安尼来安那感谢上帝，因为伊会当一生甲伊最关心的泰国病人做伙生活，所以伊咧感谢上帝。阿免。各位，这个感染泰国病的宣教师，化忧愁为喜乐的见证，得启示咱一个功课。上帝期待伊的子民唔免忧愁，唔通忧愁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为什么咱会当免忧愁？今日福音甲咱讲有3个原则，咱来学习一个咱来学习一个。来，第一，你要信任主是永远的神，永远的上帝。第二，你要信任上帝安排。第三，你要信任
上帝的吩咐。我确信这3点才是上帝要帮助咱化忧愁为喜乐的秘诀。愿上帝话真做咱的鼓励、安慰甲帮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到你的听，阮兄弟姊妹真欢喜，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、学到你，单单听上帝你阮讲话。主啊，感谢上帝你的话，搁一个坚固阮的心。阮时常的跋倒、软弱、犯罪、得罪上帝，恳求主你怜悯赦免阮的罪，互阮这个时阵，就靠着主你的保护、遮盖、洁净、医治，互阮的罪过得到赦免，互阮的身躯得到医治，得到健康平安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圣神充满伫阮罗州教会，或者阮最大迫切的需要，就是阮要聘请一个新的牧者来牧养阮，求圣神充满，带领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工人来牧养罗州教会，互阮兄弟姊妹灵命成长，互阮罗州教会复兴健康，讨上帝欢喜。愿圣神做工，祝福阮早起的敬拜、祈祷、学乐，拢得到上帝的祝福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歌牧师美好的见证加勉励。咱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。圣诗586首，见若有人互做苦楚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大家备班心，做伙来奉献，请这献的当工这献。
兄姐，请起立，做伙来唱奉献的诗。兄姐，请坐。多谢咱做伙来读金句，伫咱的手部正面的下边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我脱体出老母的胎，也要脱体倒去遐。耶和华想事，耶和华提去，就学了耶和华的名。搁一届，我脱体出老母的胎，也要脱体倒去遐。耶和华想事，耶和华提去，就学了耶和华的名。约伯记第1章第21节，好。咱今仔日到新来的朋友，无好，安尼咱做伙来听报告。拍开周报，本会消息。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咱欢迎三角埔教会外主动牧师前来本会讲道。感谢牧师。学院的宗旨是以圣经培养信徒伫即场为福音做见证，教育甲信仰栽培事工、教牧进修、校舍整建、工程等等。兄姐请关心大道，奉献支持。第9月14暗时6点半要举行敬拜学老的培养会，敬拜是李宏月姊妹。苏琴、王惠文老师，主题是夏俊宏长老，主题是音控甲声动校声同工之间的配搭。本会敬拜学老的团队成员请务必出席。第3，街舞班第3期的招生，每礼拜六下晡的4点到5点半。5堂的费用是1000块吼，啊，你若是要试上的是1堂是200，啊，师资是咱原地同工大学吼，迄个热舞社吼，啊，要招收的是国小以上55岁以下，以上也不要紧啦吼。对街舞有兴趣的吼，限额是15个人。啊，你若有6个人，就会使开课啊！吼，报名请卢宏宇，也是你会扫迄个海报吼，伫个楼骹海报 QR code。第4，本会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吼，出席率爱到2/3以上吼。啊，对9月1号到9月29，请填写申请书爱交成绩单吼，啊，成绩单要爱申请有负载实际分数的成绩证明的吼。啊，第5，各单位请伫9月29进前完成明年度同工的选举，并且将名单甲用书面的方式来送到咱的办公室。第6，每礼拜3下暗8点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参加。第7，会计报告，8月份收入35万7615块
支出205146块，结余152469块。团契消息，东升团契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伫教会1楼要举行明年度的同工选举，可有请踊跃出席。基底相通，请为大家家己看，为遮的提名代祷。以上。接着，咱来吟尾篇诗圣诗第394首。圣诗第394首，现在请起立吟全首。咱有缘徛地，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到你的听，伫主你给我得胜的日子。主耶稣，你将化忧愁为喜乐，遮尔要紧宝贝的福音来赏赐予阮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感动。喜乐、平安、健康，甲咱兄弟姊妹同在，特别甲咱罗州教会复兴同在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谢谢，直到闭会。